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廿多年来，有意多位地方政府开始来鼓励后生人回到家乡，为地方带来发展。今年就来小结啲苗栗的生命团队，转到家乡的后生团队反强富民，系推出的好好食饭一个品牌。下一步嘅研究啲苗栗的大夫，盼嚟一場溫泉饗宴。我嚟參加嘅人客做地見進溫泉、見食美食，日日都準備嘅料理未專門貼片，一片一片有特色嘅菜，仲會係用在地嘅食材來料理嘅，客家會有農民來燒雞。好好食飯，愛透過好嘅食材、好嘅環境、客家好嘅關係，打造一場貴溫馨嘅食飯活動。一扎動物法律嘅企業，是由呢套嘅從都鄉行上下下，苗栗真到家鄉嘅青年農民做支客，也按多年嚟試定用無水墨來為企業，還個用友善嘅方式來養企業，生產出來嘅雞卵品質就特別好。我們的雞除了吃我們的黑水虻，那它還有吃我們自己碾米碾下來的米糠、碎米，還有我們種的黃豆，然後我們的雞。每一只都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跑來跑去的，所以它是一個很健康的雞，然後生出來很健康的雞蛋。一年有苗栗真到家鄉嘅青年，真係好好食飯團隊，俾到天然熱啲苗栗大夫期盼嘅一場戶外創作活動，愛潛好嘅食材，去擺放菜地一定斬掉嘅農民。師姐，因為我想到用依個黑水虻來做雞啦。雞吼，伊嘅蛋白質含量清高，係啊，用雞也是啦，啲雞也會生到清好。雞肉那個軟毛，特別的濃醇香啊。好好食飯團隊嘅主要成員來開墾，帶定做出向下去到山地，出嚟看食材係用嘅生產呢，每一片討論，菜色做得有按多馬街重新嘅變化。所以我們就是用豆腐跟溫泉蛋來做一道菜。可能我們客家的天婦羅，客家的天婦羅三種合在一起，層次的口感搭在一起。好 ，OK。效果應該會蠻衝擊。而係以前前度位用有機順飯燒嘅雞翼生產出嚟嘅雞卵，用有機黃調味做出來嘅骨山豆腐過後，加到甜點嚟到苗栗大辣，擺放用菜地3000水，用成的潛用唔嘅青年農民。跟一般顏色有很大的差異，然後偏白色系的，就是叫白花。對，這個的價值就是在魚卵，它的魚子醬世界等級排名第3。啲目標嘅詞嘅導向，可能到各種品種潛用唔嘅唔仔嘢，有水種發發沙好名上嘅潛用未係啲黃葉嘅面色。做啲卵總係拿嚟做子醬，肉質凍甜，食起來又 Q 又實牙，係依度自私嘅熱情好嘅。嗰種團隊看準呢，用出潛用轉到家鄉嘅青年農民，展求意，希望向下來合作。魚皮，你到時候用刀再把它黑掉就好。前面這邊這裡削掉就好，它裡面就可以做成片。我明天主要還是涮一下進湯，我用這個湯做起底。青年農民展求意，還提供主廚無要用嘅料理手法，希望表現出清好嘅菜地食材。魚的話吃法就有清蒸，然後藥膳湯、魚頭藥膳湯，或者是煮清湯，然後乾煎、蒲燒或者是煙燻口味的，然後再來就是做鐵板、做涼拌魚片、做生魚片，吃法變化蠻多的啦。由來有5個含辣，以從很少嘅海鮮嘅食材，料魚、金寶、金條嘅泰國客講，一度都係農民有經驗同用心照顧嘅成果，共係用天然無用藥嘅用食方式，為消費者愛心來食。
其安尼个黑水虻把给做出来蛋白质啊，像有安尼个氨基酸有嘛，对下公的身体较好。安尼把应该就唔是像南部啊，要用下个药的吼，你去控制下个育成率安尼的。虽然讲应该就较大条的啊，不过下公好食啦。好好示范团队把一段时间用心去请好嘅食材，全面了解食材生产嘅过程同农民嘅故事，造成嘅味道啲纯做法通风，展现菜地食材有极珍贵嘅同价嘅价值。我在做这种调味类的虾子呢，我尽量会挑选母虾。那母虾呢，它肉质呢会比较软一点点，公虾比较大只，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点。公虾的话，我们就拿来直接火烤。母虾的话，我们来做一点点我们在地特殊的这些香料呢来调味。啊，咪希望伊即係看到有黑木咁樣嘅地方啊咧，希望有得食得大家都歡喜啊。前日都準備好些嘢，不過發通動熱沙度多落太熱，靠啱等團隊成員嘅應變能力，好地夾到總有6億天嘅平安。看到人呢有一啲帳篷嚟做差唔多一啲嘅伊嘅預備專案啦。按過人嘅預備狀態佈置都當好，故作人為老活動嗰個繼續下去。好地老天講有必要，伊見來見些嘢。一條團隊成員更加佈置重梯並做燈，也是這張看到，哇！也重複嘅傳飛，竟然係先啲溫泉制度紅機行。因為本來就一樣點點的後生人吼，咩鬼後生人講，為到太湖的溫泉季的序幕，我就做一樣事情，其實就為到講吼，吃飽季唔係吃飽季的時間呢，旅遊人數啊差別太大嘅。就咁樣嘅度，唔係吃無去剛好，當然嚇上引到太湖來行來了，故所吼一擺起就當好嘅事業性嘅發通。太湖嘅後生啊，哈，當認真，這些返鄉青年啊，非常的認真在推廣我們大湖，我非常贊成這個理念，所以他們提出這個，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棒的想法。由翻牆負面團隊成立嘅好好示範品牌，條牌期盼以下從戶外巡做不通，包含啲露營區、果樹下、民宿條前嘅空氣也掉，也掉愛傳達對身體多巡做嘅概念，俾希望參加嘅民眾做得好好適宜循環。從細嚟講，對我嚟講嚇，可以從下嚟叫我好好適宜循環嚇，係一件當難得嘅事情。嗰樣都會區，嗰樣農村呢哈，差距太大嘅，可以透過好好示範一個餐桌活動，當然好的環境、好的食材、好的關係，最重要係要建立一個好嘅關係。好好示範愛傳達3好嘅概念，對好嘅食材、好嘅環境、好嘅環境出發，其中食材就嘅意思做出同亞流成員發揮創意想象，甚至連食材同期盼重提溫泉，未做得連結向下。那個豆腐呢？我們剛做好，還溫溫的。那我現在用溫泉水啊，用溫泉的溫度泡着它。等一下呢，我們就可以直接利用溫泉的溫度把它導熱導到豆腐裡面。哦，那直接就可以吃到我們的有機國產豆腐。同豆腐建造講嘅景風色，就是嚟到也有酥有嫩嘅口感。因為豆腐批定結晶，又是嚟到無使用嘅客家風味，同公館出產嘅蓮藕，熟做泡泡嘅一皮一皮嘅，再加飲上甜鹽嘅色，就可以料理清好嘅皮果。那這個蓮藕大家看到有3種顏色，對不對？這是我用蝶豆花跟紅曲，還有它的原色，哦，那經過烘烤的方式，變成有點像果乾的感覺。那等一下它會變成我們生菜沙拉的點綴的配料。好，你做這隻下去。好。呢條鹿山呢，愛從嘅民眾做酒店定位入場，參加野場溫泉巡飛，民眾脱下鞋液入熱敷腳，行入溫泉池度烘，愛嚟體驗也東南甜不用特的溫泉晚宴。我們用在地的有機的黃豆，手工做的豆腐，還有用黑水芒做的雞蛋所做出的一道料理。還有配合我們客家的這個泡菜哈，那請大家品嘗一下。
一片金脚，一片是好食嘅料理，送出家下，还有农民同真多家乡嘅青年成员，收集食材嘅来源故事，为民众食起来有好嘅滋味，未减少味道，认同土地之间嘅情感。因为你吃到一梯配啦，梯白菜温泉底肚是饭，然后吃的就是菜体嘅食材，一新鲜，懂好吃，感觉很高级，很有 feel。像土鸡卵，唔係一般嘅咁嘅飼料雞卵，結果都冇同樣嚇，卵冇樣嘅水嚟就較球較香。啊，你像蒜蓉魚咪係青蓉啊，係然後一般嘅糯米肉嘅就係冇同樣，嚇，跟肉是有較球的喂，係較好食。苗栗地区最棒的农民種出來的東西，我們借用餐會的方式呢，把它推廣出去。那我們今天也特別商請了很多的有機農夫來幫我們，變成呢我們宴席的主人。等到我們農夫會幫每一位桌上的客人貴賓上菜。呢場展會表現出苗栗青年嘅實力同想象力，安尼真到家鄉也件事情就充滿呢無限嘅可能。希望本外地嘅遊客感覺到講，呀無同樣嘅環境之下，無同樣嘅食材嗬，客家食材推廣出去，帶動地方嘅繁榮。在地嘅青年啊，將有嘅收入，將有嘅就業嘅機會。哦，这个太特别了。其实这些年轻人做的事情，真的是令人感动。哦，因为基本上要在水里面吃饭就有困难了，然后他还在温泉里面，这是真的是此生难忘。東南田邊溪，松腳佔地溫泉池度空嘅溫暖感通，一片一片重慶藝術品用嘅好食料理同菜地食材嘅多樣化完美表現，好好食飯打破無香嘅錯覺，打造出一場美好嘅記憶，每本大家食嚟到清單純嘅幸福和美食。